大家好，我係心大師，翻到嚟2殺不得了啦！祝福之禮又有300抽活動啦，100抽咧就3選1角色，200抽咧就送金豆腐，300抽咧就會送到一隻 SSR 嘅。見到咧我就係195抽啦，亦都有12張免費嘅抽卡券嘅。想慳翻少少錢咧，咁就喺2格回響嗰度咧打翻啲免費券咯。3選1裏邊第一隻就係植林斯啦，都幾麻煩噶。有時我用坦克隊咧，對面有一隻植林斯咧，就搞到我冇得發動我被動效果。3選1嘅第二隻火系咧就係柯洛布啦，咁佢唔係話咩特別強嘅角色啦，可能 PVE 都會用到佢嘅，但係咧 PVP 真係好少見到有人用，咁我都唔高 through 太多啦。第三隻咧我就會選擇揀，因為真係好煩呢隻嘢。上一個版本根本就係 CC 當打嘅王道嚟噶，呢隻拿鶴咧就係 CC 版嘅傾，基本上咧對面有拿鶴咧，其實我投咗降咁滯噶。CC 隊嘅核心啦，咁通常人哋 CC 隊咧就唔會淨係揀隻拿鶴，我咪揀喵喵啊、奧波爾、翼靈、內微剔呢一紮啦。真係打到第2、3個回合你都未出到手啊！如果你有命去到2、3個回合，上一季嗰啲 CC 咧又煩又痛啦，你5萬血都未必頂得順啊！所以見到今季咧遊戲咧係將嗰啲 buff 咗一啲有淨化功能嘅角色啦，好似多奇啊、藍色嗰隻龍女啦，對付呢一啲好似拿鶴角色又冰封你啦，又攞唔到行動進度啦，咁我就希望可以練下佢啦，等對方可以少一隻 CC 角色用啦。好慘啊大佬！如果人哋成隊 CC 揀晒，今次就抽少啲啦，就200抽100抽咧就3選1雙啦，同埋200抽咧攞埋金豆腐。費10抽咧就抽咗隻利魯摩卡，除咗拿鶴同埋妙妙咧，其實冇乜角色我係需要嘅，根本就唔冇咁多資源去練啦。咁如果抽到重複角色有2名3名就當 bonus 啦。咦，我咪撳錯咗橙色嗰個抽卡券啊！死啦，嘥咗張。翻返嚟常規池，抽多一個單抽先，用晒啲免費券啦。好，咁我哋嚟到第20抽啦，係冇嘢中嘅，再嚟多10抽、30抽，咦有嘢中喎！綾羅真係好似成日中喎，差唔多滿命噶咯。綾羅通常我係打 CC 隊我先會用啦，域內戰啊、一波流通常都唔會用嘅。嚟到第70抽冇嘢中，80抽都係冇嘢中，90抽有冇嘢中啊？係龍女啊，令符獵啊，我係完全冇俾金豆腐佢嘅，佢111咧就已經可以用噶啦。咁而家都可以試下 PVP 上場多少少啦。繼續120抽冇嘢中，130抽都係冇嘅，140仲有冇啊？俾多隻光暗係我得唔得先？好嚟咯，150抽可唔可以俾多隻？OK 應該冇問題嘅，係光手帝庭啊，滿命咗啦！啱啱個活動，啱時我有2隻角色係滿命嘅，就係火藍啦同埋光手帝庭嘅，所以唔好再出俾我啦。170抽出多隻符雷亞，好咁我哋繼續抽埋8個單抽先，可以湊到180抽先。啲2格回向啲免費券咧，成日都覺得好易中嘅，頭10抽就已經中咗隻啦頭先。再次提醒啦，2格回向有免費嘅召喚券攞嘅，咁記住咧儲好佢啦，唔好用咗佢啊。應該差不多抽晒單抽啦，應該從差1抽嘅啫。OK 冇乜問題，最後20抽就夠200啦。咁我哋睇下190抽有冇嘢中先，冇嘅。最後10抽200抽 SR 出俾我 SSR 冇嘅。OK 今日就係咁多先。咁我哋抽埋呢個 SSR 券啦，有1張剩嘅我係，好係利拉姆 OK 唔錯喎，利拉姆仲有10張嘅必得 SR 以上嘅抽卡券啦，10抽內有3個或以上嘅 SSR 2格者喎。今日有冇機會可以10抽出奇蹟先？真係唔好講笑，有冇人完成咗呢個成就？有嘅留言話我知。好，咁我哋呢個10抽睇下有冇機會中到3隻 SSR 喎。緊張時刻到啦，係第一隻冇嘅，第2隻中啦，係嘢嚟我正啊！睇下仲有冇先。全部都係 SR，得1隻係 SSR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我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